获奖，我们是企划辩论奖的4位得主，我们请中间先跟讲座合影，谢谢。来，我们一起哦，对，再过一点 ，OK， 好，就推一推，讲座拉出来，对，开心一点，对。我们企划辩论奖得主是星空子夜场，那也是尽管台北总台在这个获奖。 来一个好，来，1、2、3，耶！好，谢谢。哎，那我们4位请留步，我们。好，好，谢谢，没关系，谢谢。好，好，谢谢。好，4位请留步。我们今天尽管连续拿了2个奖，而且也是你们4位也是我们今天阵容最庞大的4位得奖者，哇，气势就相当惊人。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得到这个企划辩论奖的一个心情，好吗？好，谢谢大家。因为尽管在这个奖项是缺席了18年啊，那今年其实我们很有计划的成军，然后终于在今天呢可以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明年如果有其他电台是在制作广播剧的，要注意了，因为多了一个可敬的对手。谢谢大家。那还有没有其他位要可以分享一下，或者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星空子夜场》？星光子夜场其实是我们在社会各个角落找到的很动人的一些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改编成我们的广播剧。那在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找到素人的广播人来帮我们配音，不管是越南籍的朋友，或者是大学生，或者是同事的小孩，或者是大陆的朋友。其实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广播的这个路上，能够让最真实的声音能够传达。谢谢。 好，恭喜4位。那我们也在大哥等，待会还有很多奖项等你，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期待等一下还可以再跟您请教。好，恭喜4位，恭喜，谢谢。